自然笑，自然怒，自然眼濕濕。幻覺嚟嘅啫，嚇我唔到嘅。唔使捽眼，唔係眼花。喺你面前嘅的確係幾年前喊極都冇眼淚嘅女神法拉。佢脫胎換骨啦，唔知係咪因為得到男神庇佑呢？佢係我老婆請嘅。佢係我舊老闆。男神，誠心禮佛內求男神，拍住男神做舞台劇真係非一般地開心啊！前晚子華法拉舞台劇前度首場，棟篤笑融合舞台劇，睇過嘅觀眾都話正。當然係好恨睇啦，完全冇失望，更加有意外驚喜添啦。其實前度係改編自英國著名舞台劇，劇情係講愛情同兩性關係，從而探討角色、社會背景同價值觀。嚟到香港仲多咗份政治隱喻添，例如劇中子華同仔仔相處就帶出兩代矛盾。子華就話：學生鬧警察多咗，但鬧嚟鬧去都係嗰幾個俾人鬧。疑似講緊暗角七警單嘢喎。做 Band 5教師嘅法拉就鬧政府，完全冇時間同心力去幫助學生，亦都係影射政府嘅。子華聽到就回敬：如果你哋唔 buy 就 f off。而且劇中子華係一個白手興家嘅商人，而法拉就係滿懷理想嘅教師，所以兩人價值觀好大分別，就算相愛都冇辦法喺埋一齊，都似係暗指香港唔同階層嘅社會分裂啊，好有 meaning 嘅咧。翻去子華最拿手，劇中都有好多金句同粗口噶。不過最驚喜都係法拉今次特別投入，一喊就有眼淚，演技大爆發啊！